呀，专门欧克拉姆西罗说，明年俺的白钢走来做了送票不清淡米个。呀，哈，妈嘞，没说接待位属于接马的考了，是啦。呀，没前面俺拉二三不也没记住了。哎，都拉比说了些，都那么阿贝的文言的路人呢，sorry呢，喏，哎，那路边俺这跑来，这马人呢文言了，不要来对嘛么吧，我背了，背了。你接怕的，接马的不老个牛王没搞么？这把钱吹嘞，啊，都没了。哟，这个是我这个，都我俺是也别我这。嘿嘞。真丢嘞！哎呀，四百位的，干嘛嘛？俺这个钱拿着。啊，哟，俺这个把我们烧鸡笼这个，哟，明天的俺这个不卖的，俺这不卖的，哟，当买做不？啊，苗完手。我你讲你家里的差了边，下来个呀，明天俺不老做事来说，第二，这钱没看到，如今差没？吃没吃没呗？哟，都来吃，还要嘞，还要嘞。